来乡亲啊，咱就刷来看这个宝林地质中毒的案件。今仔日佫有一个患者来死亡，是一个40多岁女性，住这个马街病院，因为病情严重，导气管感染，家属是决定着放弃急救。目前这个宝林地质中毒的案件已经有4个人死亡。 宝林地质的食物中毒案，代志发生到今已经超过1个月，今仔日佫加一个死亡个案，累计拢总4个患者死亡。病情是非常严重，然后包括这个感染的部分啊，器官衰竭的部分，那已经是呈现一个不可逆的状态了哈，那所以就是很不幸的过世了。王必胜表示，目前佫有2个重症个案，其中一个住伫咧万丰病院，已经完成换肝的手术，伫咧加护病房恢复当中；另外一个住伫3种的患者，佫伫咧等待换肝。 在3种的这一位可能在评估所谓的换肝，然后可是因为他目前意识是低度的状态，目前医疗团队都还在评估当中嘛。宝林案发展到今，原本为腹部先检测相关的检体是毋是有邦克列酸，结果验出总部的手含屎拢是阳性，所属范围调查认为病源可能是为宝林的灶骹来。不过为源头检验，唐昌埔博克氏菌的亚毒病原型，不管是宝林地质、龟仔条的厂商，也是总部个人和大的所在环境检体，拢是阴性。所有检体结果拢已经出来。 为福部嘛宣布结案，不过原来真侪疑点。到目前为止，我们还不晓得说污染的食物的来源是哪一个。我们只验到毒素和病原菌，到目前都没有培养出来。所以说，目前邦克列酸引起的食物中毒，它完全没有解毒剂。 我们治疗都是支持性的疗法。台湾头一届发生邦克列酸的食物中毒事件，源头调查甲病人的治疗拢真困难。敢若希望宝林案的重症患者会当早日恢复健康、正常生活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